苦苣苔是洞口很常见的一类植物。这一片苦苣苔属于石蝴蝶属，它的拉丁文属名翻译过来之后的意思是生长在石头上，并让石头美丽。确实是这样，你看它们每一朵花都像一只紫色的蝴蝶在起舞。苦苣苔啊，是世界上罕见的在弱光环境也能开出美丽花朵的植物。但这一片其实已经在洞口深处50米了，依然能正常开花，非常适应弱光。而且有些种类经过观察发现，如果暴露在强光环境下，1个小时之内就会晒死。它们这种独特的美也令很多人着迷。现在呢，苦苣苔已经被培育出了很多种适合室内观花的园艺种。如果古人类生活在这样的山洞里，那么苦苣苔就是上天赐予他们的室内花卉。